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宏伟工程，聊一聊大橋。又一個宏偉工程倒下，又一座大橋垮塌，又一個世界第一的基建倒下了。11月11號，有網友發布視頻稱，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市境內有一座大橋垮塌。視頻顯示一座架設在水中的高橋靠近山坡的一側發生垮塌，現場塵煙滾滾。11日傍晚，上游新聞記者了解到，該大橋為馬爾康市境內的紅旗大橋。馬爾康市交通運輸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雙江口水電站紅旗大橋因在10日巡線時發現邊坡有裂縫險情，提前進行了交通管制。11日，該邊坡發生垮塌。該工作人員稱現場無人員傷亡。大家看視頻各位现在看到的是四川阿壩州双江口紅旗大橋垮塌的視頻畫面。2025年11月11日下午16時，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市雙江口水電站核心區內，雙江口紅旗大橋出現垮塌，無人員傷亡，具體垮塌原因不明。慶幸的是，該橋已於11月10日實行交通管制。根據網上蓋有阿壩州公安局印章的通告顯示，11月10日，國道317線馬爾康市雙江口紅旗橋右岸橋頭 K381+030M 路面和邊坡出現裂縫，存在安全隱患。為保障過往車輛通行安全，已對國道317線馬爾康市雙江口紅旗橋路段實施臨時交通管制。經查詢，吉木新聞報道，四川高速公路建設開發集團有限公司官網介紹，2025年1月14日，距317線大渡河雙江口水電站庫區復建公路工程項目紅旗特大橋220米中跨順利完成合龍梁斷銅澆築。中國電建集團成都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官網2025年1月15日文章也介紹，雙江口水電站距317線復建公路紅旗特大橋主跨合龍。文章介紹，紅旗特大橋位於阿壩州馬爾康市白灣鄉，Y字形橫亘大渡河東緣，將馬爾康、金川縣、壤塘縣3地的交通緊密串聯，重塑了區域交通格局。橋梁全長758米，主橋採用3跨1連運力銅連續鋼構設計，其中主跨220米，主墩高達172米，堪稱雲中之橋。不幸中的萬幸是沒有人員傷亡，只有橋掉水裡了。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是我們不禁還要問呢，為什麼有這麼多橋發生事故？這個四川阿壩紅旗特大橋明明1月份合龍的時候，它還是直插雲端在高原的基建的標杆，但是僅僅時隔10個月垮塌，它成了墜入河谷的鋼筋殘骸。高達172米的主墩連帶橋面轟然砸向祖木族河，塵煙像蘑菇雲般吞噬河谷，河水濺起的這個浪花拍碎了兩岸的護欄，2公里外都能聽見震耳欲聾的響聲。我想大家看了視頻之後宛如那個好萊塢的那個災難大片呢。這座剛撐過10個月的紅旗特大橋，到底是被山體滑坡推垮的，還是早有隱患的必然？根據這個媒體報道這個24小時內首先是11月10號下午3點，巡查人員發現右岸橋頭路面和邊坡裂了縫，並且裂縫還在不停的擴張延伸。當地相當果斷當天就發了交通管制通告，把人和車全部攔在了外面。也正是這個正確的操作及時的操作讓11日下午4點的這個垮塌沒有造成1人傷亡，所以這是整場事故裡唯一稱得上萬幸的事情。但這也絕不是值得什麼誇讚的功績，因為這座橋它不是臨時搭建的便橋。中國電建成都勘測設計院的官網寫得明明白白，全長758米，主跨220米，172米的主墩號稱雲中之橋。這個橋是專門為雙江口水電站庫區復建的交通命脈，主要是鏈接馬爾康、金川、壤塘3地通行距離縮短至近100公里。就在今年1月14號主跨合龍時四川高速集團特意強調說工程可
克服了複雜的地質難題，為水電站蓄水打了基礎。但是，是不是這些克服的難題偏偏就成了垮塌的誘因呢？媒體報道啊，官方初步定性啊是山體滑坡致邊坡失穩，但是啊，有當地的人疑問啊，或許反映出本質問題啊。什麼問題呢？這個橋就在去年修的時候，當地人就已經見過邊坡掉石頭，當時啊還說加固過了，怎麼這才半年時間就撐不住了呢？更關鍵的是啊，2012年的地質報告早就明確，這個修建紅旗特大橋的地方是位於兩大斷裂帶之間，河床覆蓋層厚達57米，就是河床覆蓋層57米，就是那下面就不穩嘛，它下面不是岩石啊，就是全部是就是57米啊，都是容易液化的沙层，必須有針對性的處理。既然早知道是地質博物館，為什麼一座斥資打造的特大橋連10個月的考驗都扛不住？讓人脊背發涼的是，這個還不是啊，在同一區域第一次出現問題，就在去年的8月18號，就在紅旗橋旁邊的庫州交通工程，因為違規施工、安全管理混亂塌了，造成4人死亡。這個安全事故啊，18名責任人被追責，3人移交司法，6家企業受罰。這僅僅是啊1年前的事情，血驗的教訓呢墨迹未乾，今年就換了一座橋繼續塌。更加讓人疑惑的啊是什麼呢？是大橋的設計方案，2024年披露，為了提前水電站節點目標，就是要實現節流啊，趕工程進度啊，施工方啊對工程方案做了優化，以節省工期。那這節省的工期是不是給安全打了折扣？現在專家已經趕到現場，大橋的残骸啊還在河裡泡着，进出染潭的車輛要繞行5個小時，原本的交通命脈現在成了堵點。所以我們是該慶幸提前管制的侥幸，還是該追問呢？地質評估到底有沒有摻水？所謂的加固處理是不是流入形式，走過場？為了趕工期啊，優化方案有沒有突破安全底線，對吧？1年前追责的18個人有沒有真正的給這個基建行業敲響警鐘？一座橋的壽命啊只有10個月，這個怎麼說啊都不應該。在官方的報道中啊，這個紅旗特大橋啊又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宏偉工程啊，双江口水庫复建公路的核心工程，全长758米的 Y 字形大桥，橫亘大渡河东源，172米高的主墩，相当于60層樓高啊，在世界啊同類型橋梁中位居前列。多少 GDP 打了水漂，多少投資啊就這麼沒了。剛才說了，為什麼是又呢？又一個大橋垮塌，大家還記得吧？也就在3個月前，8月22號凌晨3時許啊，川青鐵路青海段尖扎黃河特大橋發生施工繩索斷裂事故。事發時有16名人員在現場進行施工作業。這個慘痛的事故啊，才過去3個月不到啊，造成了數十人遇難和失联。再往前推5個月，貴州的猴子河特大橋因強降雨致引橋垮塌。那個畫面大家恐怕還記得吧？一輛貨車啊，車頭懸在垮塌的橋面，車身在橋上，真是千鈞一髮之際啊！司機的命大呀，对吧？車頭悬空掛在橋上，這麼多宏偉工程啊，這麼多大橋、特大橋，高聳雲端吶，令人嘆為觀止。為什麼紛紛倒塌？你說一年，這僅僅這半年時間，就3座橋倒塌，2座对吧？已經竣工的，1座正在施工。問責啊，必不可少。但是我們還是要多問一問，這根本的原因是什麼？責任人一定能找到，对吧？一定也會對他進行處罰。但是處罰完了，能不能以絕後患呢？這個大家恐怕都心裡沒底啊。有很多網友說啊，這個世界啊就是個草台班子，這個話說的有點絕對啊，但是不是沒有道理。我們很多宏大工程啊，宏偉工程經不起仔細檢查。如果你非要說經得起檢查，那它經不起這個時間的檢驗，對吧？經不起自然界的考驗。大家恐怕還記得啊，為什麼說這個世界是個草台班子呢？2024年3月份呢，發生在河北燕郊啊，就是北京周邊燃气爆燃事故。我想大家肯定還有印象啊，因為當時啊，央视的記者跑到现场去採訪，結果被不明的人給這個好像是圍攻吧，對吧？這個事情鬧得很大呀。那記者正在採訪的時候，正在直播啊，那可是央視啊，對吧？對着全國的直播，突然一群人上去，都引起了這個胡一進老師的憤怒啊。11月10號啊，河北省應急管理廳官網發布313較大燃氣爆燃事故調查報告。根據這個報告啊，
我們仔細的你去看啊，你就能發現裡面一些真是讓人覺得這個叫後背發涼。再往前推啊，大家恐怕還記得長沙你看湘雅医院附近不有個这個農民自建房嗎？城中村呢，一共是4層樓吧，還是5層樓，一下垮塌，幾十個人呢，生命就這麼消失了。那個新聞啊，那個悲劇啊，我最清楚，就是我印象比較深啊，就是當時地方政府有關部門還組織了多少輪的這個什麼險情排查，什麼危房改造等等啊，只要有一個人真的認真負責了，把那房子看一遍，恐怕這個悲劇就能避免。但是啊，這一連串的10幾個人，對吧？這麼多環節，沒有一個人認真對待，最後導致這麼一個悲劇啊。實際上這個啊，河北燕郊的這個燃气爆燃事件是一模一樣的啊。根據他這個報告啊，我們可以看到啊一些細節，一根粗粗的管道，當時燕郊地鐵的盾構機啊正在地下掘进，盾構机的这個刀盤呢，就突然撞上了一根深埋11米的，埋在地下11米啊天然气管道。問題是啊，這個管道啊，它本來應該出現在施工圖紙上，但是卻因為一連串的疏忽啊，就是所有涉及的人都不負責任，沒有一個人負責任，所以導致啊，這個本來應該出現在施工圖紙上的這個深埋入地下11米的天然氣管道卻神秘消失了，圖紙上沒有。你圖紙上沒有，施工人員那不就悶頭往裡掘進嗎？這必然會導致這個事故，成了隱形炸彈。當這個盾構機的這個刀盤呢碰到這個管道之後啊，管道被破壞，天然氣就像無形的殺手啊，順着土壤的空隙、地下管網、污水井等等啊，悄悄地擴散到它能擴散的地方。這气體嘛，一部分氣體啊鑽進了綜合服務樓 C 棟的污水池，再通過室內的排污管道滲透到這座95年建成的老樓裡邊。從3點1刻到7點54分，也就是這4個多小時，沒有任何人察覺。整整4個多小時時間裡面，沒有任何單位發現有洩漏，也沒有任何預警機制啟動。這不是一連串的人不負責任嗎？導致的啊。調查報告裡啊說的這根管道啊，它屬於三河市百川新能源有限公司。21年6月開工建設的時候啊，規劃許可施工啊都還沒有，也就是先建後批啊。當年8月才補辦了相關的許可證，許可證上明確要求用頂管法施工，但是企業為了省事啊，擅自換成了定向鑽拉管法，還把管道跨迎賓路的位置啊，從學院大街以南挪到了以北，這就是擅自變更路線，擅自更改施工方法，對吧？正是因為這個擅自變更的路段啊，最終被盾構機撞破。管道啊建成以後啊，這個百川新能源公司它既沒有委託有資質的單位做竣工測量，也沒有向城建檔案管理部門移交檔案。也就是說啊，這個百川新能源它建的這個管線完全是他私自變更了這個線路圖，所以這個燕郊高新區地下管網電子系統裡面，它根本就沒有這根管道的信息，或者這個信息是錯誤的。那後來這個地鐵施工方啊，恐怕也覺得納悶，按理來說這兒應該也有根管道，但是卻沒有。那管道在哪裡呢？對吧？就是他也知道這個管道的確切位置啊。那麼施工方啊就多次找這個百川要图紙，這也是對的，對吧？說明施工方負責，但問題啊，他負責不到底。他問這個百川啊要圖紙，問這個路線，對吧？管道的路線深埋的數據，結果這個百川呢，要麼是拿不出來，要麼是說不清楚，因為他是自己是擅自更改的這個路線。23年7月份，這個百川呢，甚至在交接會上提到，延伸區間部分管道深埋超過10米，卻沒有跟進，也沒有跟進啊，提供更詳細的資料。而這個地鐵的參建方呢，也沒有進一步的跟進核查。另一邊，地鐵的施工方啊，操作同樣也不當，勘察單位是北京城建勘測設計研究院。這按理來說啊，你地鐵沿線你不要勘測嗎？你不光要查那個電子檔案，查那個規劃圖，下面有沒有什麼東西，你還得現場實測啊。我舉個例子，大家知道了啊。你比如说西安，你西安地下啊要修地鐵的話，你當然要查那個檔案，對吧？下面有沒有管道啊，有沒有市政工程其他的，對吧？有沒有影響都要勘測清楚。另外一個還要勘探，因為那西安地下有好多古墓啊，好多歷史遺跡啊，不能破壞，所以那個還要勘探。結果這個北京城建勘測設計院把管線調查的關鍵任務啊分包給了一個不
具備資質的公司，你看看也是利益輸送啊。而這個不具備資質的公司啊，他就在現場勘查的時候啊，他就沒有找到這根明明存在的管道，也不知道這管道在哪兒。總之應該有這個天然氣管道，但不知道位置在什麼地方，他也沒找到。施工單位中交隧道局一工区總工程師崗位9個月換了3個人，就這個現場施工的总工啊，你說人員變動這麼頻繁，把本不該忽略的問題就給忽略掉了，沒人跟進啊，安全信息交換一片混亂。發現管道問題之後，也沒有一盯到底，也就是說沒有一個人是真正負責，說這個管道應該在這個地方或者在那個地方，為什麼不見了呢？神秘消失，沒人問，沒人關心，就像長沙那個倒塌的樓一樣，那麼多人進去檢查，沒有一個人認真的啊關心的。你没有專業知識的人去看一眼，也知道那房子是危房。那個建設管理單位啊，是北京市城市快軌公司，那他也分包啊，把這個管道調查委托出去了，他就不管了，這個委托別人去調查，結果也沒審核啊。那有人說了，你工程不還有监理单位嗎？監理單位是北京市赛瑞斯公司，明明知道燃气管道沒查清，還同意盾构机開工，是不是一連串的這個失誤啊？不叫失誤啊，叫一連串的不負責任，沒有一個人真正負責任。這裡面只要有一個人負責任，說我較真，這管道在哪兒呢？就不會出現這個悲劇。看新聞啊，這個司法機關啊，已經對7名責任人採取了刑事強制措施，這個也是他們罪有應得啊，對吧？你吃這碗飯的，你一點都不負責任。這7名這個責任人啊，其中包括中交隧道局涉事項目的副總工程師、項目經理，百川新能源公司的運行組長，北京快軌公司的業主代表，北京成康公司的管線詳查項目負責人，還有監理工程師。這些人啊，要麼是直接負責施工安全，要麼是隱瞞了管道的關鍵信息。除了刑拘的人員啊，這7個人是要坐牢的，刑事責任。还有23名公職人員受到党紀政務處分，涉及到廊坊市政府、三河市政府、燕郊高新區管委會以及住建城管等等多個部門。所以我說啊，別管它什麼宏大的工程，都是由草台班子構成。裡面啊，你只要有一個人按照規範操作，遵守那個規範，只要有一個人認真負責，他都不會出這麼大的事。這個如其說是大橋垮塌，對吧？天然氣爆燃是自然災害，不如說它是人禍，是管理的塌方，對吧？是人的塌方。這個阿坝州红旗特大橋垮塌，這個事故認定的吧，還沒出來。但是我想啊，最終啊還是人的問題，不是自然界的問題，還是草台班子，還是不負責任，還是一味的啊追求好大喜功。這就是我最近在節目裡面一直說的。你看看這個橋總投資多少億，不光這個橋啊，它還引橋，對吧？它還連着這個橋的這個公路，這個橋以後還走不走這兒重修橋？如果不走這兒，那個公路恐怕也白修了，浪費了多少錢打水漂啊！這個橋你說它有沒有意義？那当然有意義啊，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對吧？連接3個縣，讓3個縣的距離啊縮短了100公里。但是啊，我們放在當下看，值不值呢？這麼大的投入有沒有經濟價值，對吧？如果說現在你投入沒有經濟價值，那能不能10年以後再修呢？对吧？好鋼要花在刀刃上。我們現在這個蛋糕有限，蛋糕就這麼大，你把大量的這個蛋糕啊用在這些這個叫宏偉工程上面，但是它又產生不了經濟價值，還有很多你看垮了，還有很多還在維護啊，要花錢，他連貸款那個利息都還不起，還有維護還要花錢，你要維護不到位，你不僅是橋垮，還有人亡。所幸你看这一次啊，这個說維護到位，那有巡查，有人發現了橋裂了。我記得去年吧，那個廣東是吧，一個什麼高速從福建到廣東的高速不就是垮了嗎？多少輛車對吧，就滑到山坡下面去，還要維護啊。我們大量的錢啊投在這兒，雖然 GDP 好看，大基建拉動了經濟，但實際上啊後面買單的成本更大。所以我是建議啊，這些橋要修，但是不能這個時候修了，這個時候應該把這些什麼橋啊、什麼路啊、宏偉工程都要停掉，好好的算一算這個經濟賬。我們可以等到對吧，10年以後啊，無論是從經濟上面考慮，還是從技術上考慮，它的方案會更成熟、更安全。從經濟上呢，恐怕它更節約。這個時候對吧，把這個蛋糕啊要多放在民生，對吧？這個社會保障、養老、醫療，讓老百姓啊有獲得感，讓老百姓充滿信心。等到經濟恢復了，這個時候再去修這些大基建。要不然你現在把橋修好了，有幾輛車跑呢？你說阿坝州那幾個縣經濟總量是多少？一共多少人呢？加到一起才多少錢呢？這個大橋多少億的投資啊？現在經濟不好，對吧？它繞遠就繞遠吧，反正你也沒事幹。這個不像經濟，對吧？8%
9%增長的時候，咱們都要爭分奪秒。你現在經濟不行，对吧？大家都閒着沒事幹，都沒有那麼爭分夺秒的事了。那你繞遠就繞遠唄，繞就繞一下吧，時間成本高一點。修完橋1個小時到達，不修橋5個小時，那就5個小時吧。我一直说啊，你把大橋大路往那個深山溝裡修，有什麼價值啊？除了好看，除了自我感動，經濟價值極差。你把那個地鐵往菜地裡修，你然後自我感動，過去是可以的啊，因為過去你城市發展太快啊，等你地鐵規劃好施工，對吧？等到施工的时候，那菜地已經变成樓房了，变成市中心了，哎，这個是对的。但是你現在明顯的已經速度慢下來了，你超前規劃現在已經完全都不能適用。你比如說啊，是不是全國各地有多少高鐵站就修好之後就沒用過啊？就是因為它這個提前量算得太遠了，沒想到經濟啊突然停下來了。以前每個縣啊都有高鐵站，基本上啊當時算的恐怕測算的人流，對吧？出去打工來回的人，這個能撐得起這個縣城的這個高鐵站的。但是現在顯然是不行，高鐵站你只要把一打開，大量的運營維護費用，對吧？你得有職工啊，对吧？又有編制，但是你有沒有那麼大的客流？除了春節有人，平常沒人，對吧？一開就賠錢。所以你看啊，好多這個高鐵站它都不運營呢，不開門。所以我想說啊，這個垮塌的這些宏偉工程，這些特大橋，首先是安全質量、施工安全和這運行安全呢，這裡面有多少豆腐渣工程？這裡面啊埋着多少隱患？誰都說不好。不出事就沒事，一出事就是大事。第二個就是對吧？這些工程啊，已經修了的就修了，還要用心去維護它，不能再出現什麼安全事故。沒有修的啊，趕緊叫停，等一等，對吧？等到過個10年、20年的，等到經濟更好了，技術條件更成熟了，成本更低了，对吧？再修不遲啊。隨着這個現在經濟不景氣啊，那個人流量、物流都會在下降，尤其是往這些窮地方，對吧？欠發達地區，再加上對吧？費用在降低，地方政府賣地也賣不掉，財政收入在下降。所以說未來啊，隨着這個財政收入越來越壓力越大，用來維護這些特大工程，什麼大橋、什麼大壩，這些費用都在下降。大家也知道，沒錢那就你辦什麼事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對吧？有錢才能使鬼推磨啊！你沒有錢，運營維護恐怕都沒有辦法保障。所以說，隨着這個經濟越來越差，恐怕以後維護這個也很難達標，容易導致啊這樣的安全事故啊，恐怕是頻發呀。好自為之吧。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